路加福音灵修默想，宴席的譬喻甲教示。路加福音第14章1节到24节。路加福音第14章第1节，有一个安息日，耶稣去一个法利赛派的领袖因兜食饭，大家注意地甲伊看。迄时，伫伊的面前有一个骨重病的人。耶稣问律法教师甲法利赛人讲：伫安息日医病有合法无？因拢无应。耶稣就牵迄个人来，甲伊医好，互伊转去。然后耶稣甲因讲：恁中间减有人家己的囝，还是牛，伫安息日跋落古井，袂随时甲伊捡起来？因对耶稣所问的话，拢袂晓应。耶稣看到人客得经大位，就用一个譬喻甲因讲：恁互人请去赴婚宴的时，毋通坐大位，惊了有比你较尊贵的人客嘛来，互伊请。迄时，请伊甲你迄个主人回来甲你讲，请让位互即个人客。迄阵，你会感觉真歹势，煞着去坐上细的位。你互人请的时，宁可去坐上细的位。安尼，请你的主人回来甲你讲，朋友，请来坐大位。迄阵，你伫公道的人客面前就有体面，因为提高家己的会受降价，毋过屈价家己的会受提高。然后耶稣嘛甲请伊的主人讲：你请人食中昼顿还是暗顿的时，毋通请你的朋友、兄弟、亲族、好业的厝边，才免因甲你请倒转，你煞受报答。你请人客时，宁可请散车人、行动无方便的人、骹歹的人、失明的人，安尼你一定会受祝福，因为因袂当甲你报答。伫义人搁活的时，上帝会甲你报答。公道有一个人听到这话，就甲耶稣讲：会当伫上帝国啉食的人真有福气。耶稣甲伊讲：有一个人办大宴席，请真侪人客。要开道的时，伊找仆人去甲受请的人客讲：请恁来，逐项拢准备好势啦。毋过因一个一个提示，头一个甲伊讲：我有买一块地，着去看卖咧，请你谅解。另外一个讲：我有买5对牛，着去试用看卖咧，请你谅解。搁一个讲：我拄娶某，所以袂当去。迄个仆人转来甲主人报告这个代志，迄家的主人就受气，甲仆人讲：赶紧出去城内街头巷尾，带遐个散车人、行动不便的人、失明的人、骹歹的人来。迄个仆人讲：主人，你所吩咐的，我已经拢有做，毋过还有空位。主人就甲仆人讲：出去大路甲篱笆边
强迫人入来，通互我的厝坐满。我甲恁讲，大生请遐个人，无一个会当食我的宴席。默想，伫耶稣的时代是无所谓的中产阶级的，只有普通人甲财主。普通人逐工为着三顿咧走床，财主煞是大富大贵，毋免烦恼食食。迄当时的宴席是去社交，也是去宫殿的，敢若财主才有能力来办即个宴席。所以受邀请，迄是真公然的代志，也无怪会有人去烧钱要摆头一位。对耶稣来讲，宴席是一个真美好的场合，会当满足人的需要，毋但会当互人食饱，也会当互人欢喜。只是这个宴席应该是爱行好事的，毋是来展家己的骄傲。总是耶稣所讲的天国的宴席，煞毋是安尼。伫迄个宴席，受邀请的人毋是烧钱要入去，是一个一个咧提示。有人理由是讲要买地、买牛，甲要娶某，因为因拢有家己想讲真要紧的代志。这个譬如咧讲去遐个无诚做门徒的人，是因为藐视耶稣的邀请。真互人意外是，主人尾啊派人去邀请社会中弱势的人来赴这个宴席，而且邀请了后也有空位，所以主人阁叫仆人去后口勉强人来赴这个宴席。有人会问讲，安歇日伫宴席中医病，甲这有啥物关系呢？其实是有。耶稣主张应该邀请弱势的人来赴这个宴席，因为因是上无助的人。也是上愿意接受天国的祝福的人。破病的人，敢毋是嘛是无助的人？赴这个宴席，若甲会当食饱，是安怎袂当得到医治呢？读到这，咱嘛爱问家己：咱敢有受邀请去赴这个天国的宴席？咱是欢喜去赴，还是勉强去赴呢？咱三甲来祈祷，听阮的天父。透过今仔日的经文，阮知影凡也愿意设宴席来款待送乡人、辛苦白疼的、摆开的、失明的，拢会当得到属天的报赏。虽然也有人互勉强才去赴这个天国的宴席，总是阮情愿先正做一个款待人的，才去赴这个宴席。求主帮助阮，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免。